非解密 Patreon 會員獨家專享節目，後台開咪，獵奇性專題內容，百無禁忌。以下係部分內容。有8將啦，其中一個叫窯匠，窯匠即係造謠啦，係啦，即係造謠嘅。咁咧就係話說有隻水怪啦喺九龍灣嗰度登陸，即係一切源於小學雞。冇錯啦，可能阿劉德華都有聽過，應該劉德華嗰時。咁咧瞓翻一覺咧，就覺得咧喺腳嗰度咧，即係床尾嗰度咧，有兩隻嘢喺度跳下喎，聽到耳仔聽到啲嗶呱聲同埋跳啦，好奇怪喎。佢就話咧，喂，呢條友冇俾走好喎。咁我開始驚啊！即係唔覺得佢呢個1886年啦，話呢個歷史文獻記載咧，香港一個日本僑民冊啊，我正式記錄嘅。僑民冊啊，即係日本喺香港，日本人喺香港住嘅居民名冊，有幾多個咧？有147人嘅啫。係，但妓館咧，日記嘅妓館有8間。咁娼妓有44人。哇！即係平均你4-5個人有一個，冇理由冇。即係可想而知，日本仔啊幾中意呢樣嘢咧？大家中意啦。好正經喎！早前有個俗語叫，以前有個俗語派報紙，或者派牛奶，又同個時代背景有關係。又嗰時50-60年代以前報紙，即係有派報紙嘅嘢。好早派㗎，好早派啊！即係早到你咧開門口日都唔知幾時嚟㗎。已經喺度㗎，5點幾我都做過。你做過？我做過啦。派個報紙，做過派報紙啊！我做過真嘅派報紙啊！咁所以啲人話，亦都派報紙。所以啲人話早嚟派咗又要派報紙，或者派牛奶又係啦。係啊，派牛奶仲古形古聲喎。係啊，有奶白色嘅，有奶有白色。後台開咪已經上載咗超過100集，專題由各種都市傳說、地下文化、次文化等等。只要成為付費會員，就可以解鎖不斷更新嘅私密節目。而免費會員亦可以收聽失驚無神講下熱門話題嘅隨時開咪。加入前非解密 Patreon，聽到好多好嘢。